您知道这么美丽的花是什么花吗？它就是大家熟悉的马铃薯的花。马铃薯是一种属于茄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它在全球粮食作物中排名第4，仅次于小麦、稻谷和玉米。马铃薯的块茎含有丰富的淀粉，能为人体提供大量的热量。此外，它们还富含蛋白质、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马铃薯的维生素含量在所有粮食作物中是最全面的。为我改写下半生，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。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不因气压摇摆，只因有你拥戴。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。 假使我算神話，因你創更愉快。Pride in your eyes， 為我閃力像最初，唯獨你欣賞我，比我更多。埋頭做，願你可能為我驕傲更多。無論有誰嫌棄我，投入卻無人可阻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不因氣壓搖擺，只因有你擁戴。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。 假使我算神話，因你創更